是2019台湾本岛上尾一个黄昏，就伫咧台南高雄沿海南部地区，因为雨云伤过高，其后沿海拢看无到黄昏的美景。咱看到敢若台南七股会当看会到，一寡人等几个点钟，讲实在真好运。红柑仔色的夕阳照伫咧白色盐田，参像是一幅足水的图。台南北门正仔下晡一个角度来袂少的人，提早来咧占位，大家拢想要抢看2019年最后一道夕阳。太高兴了！他们是香港来的客人。气象局原本预测台湾本岛最后一道夕阳会伫咧台南到高雄沿海，但是南部地区天气无好，云层也是伤高。好佳在伫咧台南北门日头光有出来一个，若伫咧高雄基顶就无遐尼好运啊。望着台湾海峡的天顶高高的云层，将日头拢总挡着，互特别来要看的民众感觉足失望的。好佳在高雄市政府特别邀请乐队来咧演唱，将气氛炒甲是足热的。虽然无看到黄昏夕阳，现场嘛是真欢乐。就算台南、高雄两个所在来看最后夕阳的结果无同，不过同款的是，拢做伙来甲今年最后的日头光相视，准备欢喜迎接2020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